讲到咱台湾欠粮的问题，有卖粮的业者不满农委会施压，唔予这继续起来，即卖也甲因呛讲无排除要休市。不过今仔日的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也讲，休市是假议题，伊也呼吁唔通搁再放一寡风声，造成正人的惊吓。 感谢部长。便当内底有各散的肉类、青菜，农委会主委陈吉仲20来到必号工厂卖便当，讲买互受到物价影响的消费者，马通用60块买到营养。从4月开始，不会是只有一个礼拜17000多盒，我们要用10万盒以上的目标。 便当要提供予大都会受物价影响的青年拢通买，只是两家最近冒征期，有两商讲因为农委会施压，致使这礼拜两家拢无法度起价，呛声讲无排除要长期休市，但吉中嘛无冷冷，表示休市是假议题，因为鸡卵无亲像肉品市场，大家拢有交易。不断的在重演这样的剧本，无助于问题的解决，而且我已经特别强调过。 透过蛋价的议题的炒作，不止没办法解决问题，反而是更造成恐慌。农委会话讲甲真重，不过业者嘛表示，市场已经在软化，对正常交易的人无公平，继续小可调整较合理。这几天嘛拜访农委会。问题拢公开，当有啥问题，大家咧坐来讲袂要紧，莫讲啊，落讲的甲做无共款啊。 陈吉仲强调，两家本地就议价机制，尊重粮商甲鸡农，已经要求所有人员莫接相关的电话，产销资讯会统一对外说明。伊嘛进一步表示，第3月底会有超过700万粒的专案进口的鸡卵来台湾，4月会更较侪，加上即马两家的数量有提升，相信鸡卵的产销会渐渐恢复正常。记者电视台台北采访报道。